個個月都月經痛，真係好辛苦啊！可以點算啊？大家好，我係健人堂中醫診所嘅麥若欣醫師，同大家拆解下中醫點樣睇月經痛，同埋我哋可以點樣預防呢？中醫睇月經痛咧，大致上有兩個成因，有分虛同埋實。如果個月經痛係喺月經之前或者月經期間嘅初段嘅月經痛咧，我哋考慮咧係屬於叫做實症。而如果個月經痛係喺月經嘅後段，甚至乎月經完咗都仲痛咧，我哋考慮咧就係叫虛症啦。中醫有所謂不通則痛，不榮則痛。不通則痛咧就即係實症啦。臨床比較多見咧係因為氣滯血瘀或者寒凝血瘀引起嘅實症，即係話咧我哋嘅血脈咧唔通，咁咧引致到咧有血瘀，而亦都引致咧有呢個痛經嘅。而不榮則痛咧就屬於虛症，臨床多見咧係虛血弱啦，同埋腎氣虛弱，因為虛亦都會引起我哋痛症嘅噃。下低我哋介紹下咧兩個實症，臨床比較多見。第一個咧叫寒凝血瘀，一般嚟講咧係因為咧食得太多寒涼啊，或者一啲咧生嘢，令至到我哋咧子宮嘅血脈咧係收縮受阻，而往往咧係引致到有血瘀。當月經嚟嘅時候咧，血瘀亦都引致到我哋有痛經啦。另一個咧常見咧就係氣滯血瘀，呢個好多時咧同我哋嘅壓力啊、生活啊、工作啊或者心情唔開心有關嘅。因為氣滯，我哋嘅氣血行得唔好啦，咁我哋嘅血脈咧亦都係會受阻啦，然之後漸漸咧形成有血瘀，而月經嚟嘅時候咧亦都血瘀阻落，引致到痛經。以下咧分享兩個典型嘅個案。第一個咧係一位年輕嘅20幾歲嘅女仔啦，佢每一個月嚟月經咧，頭嗰2日咧都痛得非常之厲害，需要咧敷住個熱包喺個肚仔度咧，先至可以稍為舒緩。而個個月咧都要報病假。佢月經嘅顏色咧較為深，甚至乎咧有時甚至黑色。月經量好少，3日就嚟完啦，而伴有血塊。手腳不嬲咧都冰冷啦，怕吹風啦。而佢咧係有鼻敏感同埋哮喘史嘅。睇翻佢個脈象同埋佢個舌象咧，佢條脷咧就有好厚厚嘅一啲脷苔，好似雪咁樣白色咧覆蓋住。呢個咧我哋話典型嘅寒凝血瘀啦。另一個咧係30幾歲嘅女士，佢月經嚟之前同埋月經頭1、2日咧個胸脹啦，同埋下腹咧都脹痛。好多時月經嚟嘅時候咧都伴有偏頭痛啦，食嘢胃口差。食完嘢咧就會反胃脹氣，大便亦都便秘，大便亦都比較乾，而嚟月經嘅時候咧瞓得比較差，好多夢啦，同埋唔熟睡。雖然佢個月經咧都嚟到5至6日，但月經嘅量比較少，顏色偏向深紅，而亦都有血塊。而咧過去幾個月咧，佢經常咧個月經有時都唔係好準，有啲亂嘅。睇翻佢個脈象同埋舌象，脈象咧就係叫做弦索脈啦，索咧就即係跳得快啦，而弦咧即係跳得比較緊張。咁呢啲咧亦都係典型咧一啲氣滯嘅現象啦。咁呢個咧係氣滯血瘀嘅一個引致嘅經痛。而家西方醫學嚟到講咧，有2個我哋經常聽嘅個病症咧，亦都會引起我哋嘅月經非常之痛啦。咁咧有冇聽過子宮內膜異位咧，而引致到嘅朱古力瘤啦，或者呢個子宮嘅腺肌症？呢2個氣質性嘅變化咧，亦都係會引起我哋咧比較嚴重嘅痛經啦，月經量過多啦，又或者個經期咧延長多過7日嘅。喺中醫嘅角度咧，都係屬於我哋氣滯血瘀或者宮寒凝血瘀嘅範圍。咁喺日常生活調節方面，我哋可以點樣去幫自己去預防呢？如果係寒凝血瘀嘅月經痛咧，首先我哋要少食寒涼嘅食物啦，保持身體溫暖啦，多啲做運動同埋曬太陽。如果屬於氣滯血瘀咧，我哋希望咧正面去應付壓力啦，盡量保持放鬆情緒啦，而做運動咧亦都可以幫到我哋嘅。喺日常食療方面咧，我哋亦都可以飲下一啲嘅茶。如果係屬於氣滯、肝鬱氣滯引致嘅血瘀嘅痛經咧，我哋可以用玫瑰花或者洋甘菊花各3至4粒沖茶飲。而如果係屬於宮寒嘅月經痛咧，我哋亦都可以用生薑2片啦，紅棗3、4粒，加少許肉桂粉焗水，
飲咧亦都係有助於咧舒緩我哋宮寒引致嘅月經痛嘅。最後啦，如果月經經常痛或者痛得好犀利咧，當然盡快咧就建議咧去求醫，用中藥啦、針灸或者艾灸咧係可以大大減輕甚至乎咧停止我哋嘅月經痛㗎噃。